好耐冇見，有一首情歌將我督咗返嚟，就係用背脊唱情歌。事緣就係某一日我行緊街，跟住商場入邊呢就播住而家嘅流行歌啦。咁入邊有一啲 K-pop 啦，譬如 IU 嘅歌啦，一啲歐美嘅歌啦，譬如 Taylor Swift 嘅歌啦。咁突然間音樂靜咗落嚟，跟住有一首歌熟悉嘅旋律響起咗喺耳邊，跟住我身體自然反應會跟住唱，就係呢一首用背脊唱情歌。聽起身嘅時候會覺得哇，好開心啊！突然間會聽返一啲粵語歌融入喺呢一個流行歌入邊，又喺街度播返嘅呢種感覺，跟住就令到我係想講下呢首《年度之歌》，因為佢攞咗呢一個超級嘅年度之歌獎喎，恭喜晒！一開始呢首歌出咗好耐啦，一開始聽到呢首歌呢，係哇，俾佢嗰個宣傳嚇親啊！佢咪 guarantee 咪約咗好多大隻佬喺街度露背脊，跟住哇，咩事啊！我睇到嘅時候覺得哇，而家宣傳歌都幾新穎喎，幾有創意喎，咁樣唔知佢首歌好唔好聽呢？會搞到咁大件事嘅咁樣。咁然之後同埋音樂 A.P.P 推薦啦，又有網上嘅視頻啦，都有睇到呢首歌嘅身影。咁我就去聽咗一下，覺得都幾好聽啦，咁樣還唔錯喎，咁樣咯。就呢一個係初次嘅感覺咯，並唔係話有太大嘅震撼。咁但係隨住呢首歌好似越嚟越紅喎，咁我又諗返起，其實呢個創意又真係幾好喎，因為 Wyman 填詞填得都幾重，即係幾肉緊喎，因為佢係用背脊唱情歌，正面像全裸，即係很焦鮮啊，即係好肉緊嘅嗰種情感咯，即係可能我對你用情太深，如果我用正面去面對你嘅話，就好似全裸咁樣俾你睇到晒。咁我只能夠係用背脊對住你唱啦，嚟唱出我嘅真心咁樣。哇！所以呢啲創意真係正啊！即係歪文諗嘅呢啲創意，咁後面就係見到呢首歌開始攞獎啦，跟住就其實都可以嘅咁樣咯。咁後面就係越嚟越多人聽到呢首歌，就係哇，點擊率都有幾十萬喎，咁樣跟住我就睇咗一下佢嘅舞台，就係最印象深刻嘅就係近排呢次攞獎嘅舞台啦，一齊嚟睇下先。3、2、1，用背脊唱情歌通靈山，恭喜晒 Guarantee。真係孭住個書包，好搞笑啊！覺得咁樣行上台孭住個書包，帶埋麥超去。好，交個時間你。多謝大家，多謝大家鍾意呢首歌，多謝 Wyman， 多謝 Nick 吹，多謝 Patrick， 多謝 Tom， 多謝一丁，同埋多謝我自己。唔知點形容佢嗰個造型真係好搞笑，但係又好 match 佢咯，一種嚴肅入邊帶住一啲幽默，同埋佢將個獎塞咗喺個包度。嗱，呢個時候，好似從來未有見過人咁樣。收埋個獎，但係我覺得好正常，好符合佢。唱歌俾我哋聽啦，係嘛？
呢個時候，我哋交個舞台俾 Gertie 演繹，用背脊唱。佢真係用背脊對住唱情歌。我想揀今日來流露我凄楚，聽完的導播辛苦晒佢，我要切多幾個角度先得。其實老人並不傻，都猜中我為你捱盡折磨。眼淚若嫌多，呢個鏡頭切得幾好啊！用背脊唱情歌。難道從後腦可以望穿我？可以，呢個情景係好符合佢而家呢首歌嘅意境嘅。試問有幾多個人可以用背脊對住觀眾嚟唱歌㗎啦？呢首歌就做得到啦。原來我不懂怎樣愛。其實用背脊嚟唱嘅時候呢，你會好 focus， 你會好專注喺佢嘅歌聲入邊咯。所以係好考究一個歌手去演繹呢首歌嘅感情。站在舞台，願這歌流行着。導播加雞腿啊！你睇下。咁樣一種獨自站在舞台上去唱呢首歌，去表達佢自己嘅真誠。用背脊唱情歌，難道從後腦可以望穿我心裏痛什麼？正面像全裸，這醜的步驟別來督破。願這歌全部人揀到忘掉我，尚有沉重的幾句，非要唱不可。正。世事沒如果，別再期盼如果。明明放低的你，竟已唱心愛。幾沉浸。呢個反應其實都幾對比，就係因為佢而家係攞獎嘅舞台上，所以鏡頭切到台下嘅各位歌手嘅時候呢，大家嘅都會係一種恭喜佢攞獎嘅一種表情。咁其實佢喺舞台上面嘅一種即係好一種對比咯，因為佢係呢首歌其實係一個悲傷嘅情歌，因為係分手之後嘅歌。咁其實要喺舞台上呈現嘅呢一種悲傷嘅感覺呢，又呈現咗喎，即係冇去話好喜悅咁樣去唱嘅，佢都係一種演繹翻原來嘅呢首歌嘅一種感覺出嚟，表達佢嘅歌入邊嘅一種主題同埋佢嘅真情實感喺入邊，所以就你會覺得佢正，就係佢去演繹呢首歌嘅一種認真同真誠咯。咁肯定係佢自己都講係真實故事啦，咁樣係佢自己嘅故事啦，佢自己作嘅曲啦，咁樣。所以呢，我覺得咩歌先可以打動到人呢？咁其實就係真情實感咯，真誠可以打動到人咯。咁就係呢首歌係好典型嘅一個例子。咁如果其實你換咗係其他人去唱嘅話，真係未必可以有呢個效果，未必係可以孭住書包，用住背脊對住觀眾唱都冇事嘅喎，即係都係觀眾都 buy 嘅喎，咁樣。
完整，係好完整嘅一個演繹咯。睇完咗啦，咁就係啊，咁講埋呢個書包佬，佢自己都有講佢書包佬嘅呢個稱呼啦。咁其實好似都習慣咗佢帶墨超加背包呢個形象，又唔知點解唔會違和嘅喎。咁啊，佢好似喺好多場合都有帶住墨超，咁佢露眼睛嘅時候都有嘅，但係好似帶住墨超會大家都會好接受到佢呢個形象咯。所以我覺得佢唔單止係好似啱先咁樣睇佢嘅表演啦，我覺得唔單止係一個佬，即係可能書包佬可以變成書包俠，即係因為佢嘅嗰個架勢呢，即係唔局限喺嗰個書包佬入邊咯。咁啊，可以叫佢書包俠啦已經。咁加上佢時不時喺其他場合都會帶住墨超，所以我覺得佢甚至有啲似一個禮服蒙面俠，即係書包蒙面俠咁樣去，好搞笑。Guarantee 嘅呢啲情歌其實讓我諗翻起細個嘅時候聽到尊龍麥浚龍嘅歌。我有3首最中意嘅歌係有人沒有人同埋耿耿於懷。呢幾首歌真係一直聽到大都唔會厭。其實佢係一種傷情歌，但係佢係唱得好甜，所以加埋佢演繹呢，就會令到你係好似聽緊一個男生嘅心事咁樣，就係 Guarantee 都有俾人一種咁嘅感覺，就係感覺係好真誠咁樣去唱緊佢自己嘅一啲思緒出嚟。有人呢首歌真係好特別，佢係好少話用心臟跳動聲作為前奏，跟住就開始營造出一種粉紅泡泡嘅氣氛。你聽下佢嗰個唱腔，好似有少少帶咗一啲委屈喺入邊咁樣，但係好似一種我靜靜雞講嘢，但其實我唔係一定要你聽得到，但係我又係帶住情感去講呢啲話。加上學成嘅作品真係朗朗上口咯。編曲好正啊，樂靜嘅編曲，即係將一種男仔嘅心事，佢嘅入面嘅嗰種粉紅泡泡，會讓人去知道原來男仔都會咁樣，好似揭露咗一啲心意咁樣咯。因為佢加上一啲粉紅泡泡俾女仔聽，所以就其實變成咗好冧嘅事咯。所以呢個組合樂成加灣神嘅組合，其實尊龍把聲好容易認到，佢又好符合呢種可能而家佢都未必可以唱翻出呢一種感覺。如果個年代嘅
我又要又係佢哋嘅組合。哇！你聽首嘅前奏幾咁悲慘，但係即係好扣人心弦嘅嗰種咯，又係一種非常之有故事感嘅前奏咯。你怎樣看？哇！喺咁樣鋪墊之下呢，跟住把聲一出嚟，你怎樣看嘅時候就已經係好冧咯，即係會佢把聲有一種獨特之處，就係會好帶入佢嘅嗰種男生心事嘅一種，我好似真係聽到佢好似睇緊佢寫日記咁嘅感覺咯。但係有一種真誠喺入邊咯。像凝望我那種不經意，係咪啊？卻泄露矛盾更多，怎可能？哇！無聊之過，好難唔記住咯，咁樣唱法。只因我心多，你守護我，但又迴避我，卻整天吸引着我。注意力無處去躲，不管如何，有人如此愛我，我亦暗裏練習。如和你告白講什麼？原來沒有，從來都沒有，前面邂逅，完全虛構。那一刻含情回眸，原來是我妄想裏的那點綠洲。原來沒有，從來都沒有，教我緊張得心跳這麼久。到了這一刻，終於望通透，其實愛情來過，半分鐘也沒有。哇，幾慘！其實都係我自己諗嘅啫，其實係冇㗎，咁樣。那感情戲並未中意一個人嘅時候，真係會對佢發出嘅一啲信號特別敏感。我希望可以同佢發生有種小心翼翼。隨時愛上未知什麼，原來沒有，從來都沒有，前面邂逅，完全虛構，那一刻含情回眸。呢個前奏記咗好多年，又係佢哋嘅組合。哇！呢個鋼琴曲，啱先三首歌嘅前奏其實已經玩咗三樣嘢，一係用咗心跳聲呢種創新方式啦，第二用咗小提琴啦，第三用咗一個鋼琴啦，都係一種哇，突然間將你嘅注意力收起身，沉浸喺入邊，所以就係好正嘅呢幾首。因為呢個前奏已經好似變緊魔法咁樣。表達咗情感喺你內心流動嘅時候嗰種讓人心喐喐嘅嗰種感覺咯，係可以咁樣去通過樂器表現出嚟嘅藝術。你最近還好嗎？哇！加上佢一開口真係沉悶。呢第一句你記咗幾多年？呢一句真係超經典啊！真係哇！你有新對象嗎？
真想帶你見見我剛識到的他，我想聽你意見，這算是病吧？為何無論我願意怎樣試怎樣也不可一樣愛無責？好慘難道啊！沒練習太耐，感覺都追不回來，試圖再努力愛，也顯得不自在，不懂得。前面呢幾句已經將故事，你已經知道咗佢講咗一個咩故事，已經可以寫一本小説。唱俾你聽㗎，唱俾佢鍾意嘅女仔聽㗎。你係咪好似好似以前咁樣啊？鍾意睇少女漫畫啊？好掛住你咯，你係咪有新對象？只能同你溝通嘅時候，都只能係講我識到嘅新對象，因為冇得同你一齊。但係我哋作為朋友，就係傾下呢啲。但係為何無論我怎樣，也無法像愛你一樣愛他？哇，好勁啊！呢個耿耿於懷咯，所以就還是我太愛你，對過去太放不開，難道是寂寞太耐，生鏽的鎖不能開，鑰匙也切斷了，留在舊患鎖在懷內，放滿對你的愛，難怪跟誰也再沒法戀愛。點解會咁冧啊？你覺得其實就係因為對佢嘅呢一種專情咯。男仔最緊要嘅係呢個年代，最緊要係真誠同專情，會成為一個好魅力嘅點咯。所以其實我覺得佢呢啲傷情歌即係最讓人打動嘅就係佢嘅呢一種專情。會諗到女仔。難道沒練習太耐，感覺都追不回來，試圖再努力愛，也顯得不自在，不懂得如何談戀愛。還是我太愛你，對過去太放不開，難道是寂寞太耐，生鏽的鎖不能開，鑰匙也切斷了，留在舊患鎖在懷內，放滿對你的愛，難怪跟誰也再沒法戀愛。努力愛，也顯得不自在，耿耿於懷從前的愛，從沒有振作過，痛了再痛也應該。難道是寂寞太耐，生鏽的鎖不能開，往事卻似斷箭，還剩下在體內若懷內，放滿對你的愛，害怕一直也再沒法戀愛。結尾嘅呢一段鋼琴曲又呼應返之前啦，一開始啦，所以好完整。佢鋼琴最後一下燈嗰一下就係冇辦法啦，即係佢可以講，呢段感情就係咁樣喺我內心入邊，我亦都冇辦法去捨棄，就係呢一首歌可以表達出嚟呢種感覺咯。咁 Juno 佢唱咗咁多傷情歌啦，之後啦，咁恭喜佢喺現實中呢，終於揾到佢嘅另一半啦。見到佢攞獎嘅時候呢，都會擁抱同埋感謝，咁都祝福佢可以一直幸福落去啦。咁今次 reaction 就做到呢度啦。下次我已經諗好咗係520嘅主題，
就係講一啲 sweet 嘅情歌，敬請留意，拜拜。